咱新闻嘛报道讲，即阵啊，加真侪人拢用无人机来咧检举一寡违规的人。来看到规台湾头一场无人机操作xuất考的考试，头一天因为风伤过头暂停，第二天上大的风速也是有27个阵风。共款有4个人来考试，其中2个人考过，另外2个人因为风速伤过头，无法度考。其中咱看到张炳宏半点钟内通过全部的测验，会当讲是规台湾头一个通过无人机操作xuất考的高手。以无人实报机参加考试的飞手曾炳宏来到苗栗市模型飞机场，因为最大的风速关加20节，平均风速嘛伫咧10节以上。伫咧摄的报道进前，赶紧来试飞一下，但风势实在是伤强，对是毋是会当通过考试无啥物把握。就有一点坎坷不安，就是因为风很大，那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过。可是想说来了就想办法就上去考好了。经过思考了后，曾炳宏也是决定要来试看卖，穿着考生的衫，正式向监考官报到，徛伫咧考场，操作平常时使用的无人实报机，分别通过定点起降、8里水平圆、矩形、杯形等等的考验。过程当中，阁必须通过强风的考验。最后，无人机顺利降落，连主考官拢对伊伸出大鼓舞。这都在规则里面，他也没有操作范围这样，所以他今天表现真是非常好。运气很好啊，很 lucky，就是还考过这样子。其实张炳宏是全台湾上早将无人实报机引入来的人，协助农民来喷农药甲肥料。如今变做全国头一个摕到无人机证照的飞手。伊表示会搁较拍拼，将无人机来用伫农业发展顶悬，嘛提醒未来想要考照的飞手，上好避开强风，希望有搁较侪人会当摕到证照，互无人机的产业更加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